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律师伫咧网络顶来抛文，讲伊到高雄的小食店来食饭，叫一份粉肠，本地想讲是猪肠啊，但是实际上是来迄种粉色的粉钱，有的地头讲粉肠。头家特别出面来背会，讲两种物件华语拢是念粉肠，但是台语的念法无相共。这个猪肠啊是粉肠，啊那粉色的就是粉钱，也即是粉肠。来到面店啊，食面配小菜，不过这两份餐点，你敢分得出来？可以，这个是没有加工啊，这有加工。是面店点的粉肠会是哪一个？这个粉红色的。对，我自己是搞混的，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敢吃粉红色这种东西。有律师伫咧网络讲，来到高雄开店，发现高雄的粉肠啊，甲伊想的无共款。普遍写出来，互大家拢伫咧讨论，到底要安怎念？店家来甲你讲。这种叫粉肠，嘿，它是猪肠子，跟四神汤的肠子其实是一样的，只是它是上面跟下面的问题而已。荤等，北部人可能跟荤强，他们跟我们南部人叫荤钱，嘿，它就是变成一个钱字，这样听起来比较好听啊。就用猪肠子下去灌，它是有用色素，看起来红红的。两字写起来同款，不过台语的念法无同。粉肠啊无加工过，粉钱糊加工过，再色水带粉红啊色。店家嘛惊人客点唔对，会伫咧菜单写详细，是粉肠啊，或者是红白粉钱。若是抑个沙无长，甲店头家问一下，就免惊点唔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